我
主力量的额苗，主力量的额苗，我主力量的额苗，全世界无人为我传遍的主力量的额苗，全世界无人为我传遍的主力量的额苗。全世界无人为我传遍。
请求你主你的帮我吧，全世界我。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是水会上上帝，是水会上耶和华的山，是水会徛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全心无虚假、手抓无囥奸诡的人。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这时，请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圣在，圣在，圣在，掌理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圣诗第2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这时咱犹原徛地，用咱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请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9，伫圣诗的后面1011页。启应文第9，也是诗篇的24篇。这时，请咱大家三甲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天地的万物，拢属伊。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算人。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即款人追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这时，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全能的主。这时，阮用欢喜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这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一心甲主相结连。主啊，阮也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来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恳求圣灵引带合主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也真欢喜，伫即段片幕的期间，助你引带叶牧师来传讲你的信息。阮嘛要伫2月19日来召开会员互会甲圣典礼，同时也要来举行阮西湖教会聘请叶牧师为本会第6任牧师的监选。求主坚固保守阮要做的事工，互好会监选进行顺利。主啊，伫今年新的开始，愿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有新的眼界，有新的眼光，有新的计划，有新的心思意念。愿主你保守阮的心怀意念，拢也会当无论伫信心、伫行为顶面，拢会当行出更新换新伫阮中间，互阮会当活出见证，来实行阮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的目标，来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即时也要为着即个世界乌俄战争、台湾国际民主来祈祷，恳求你来掌权，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除去侵略者的野心。阮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导真正和平的火，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互你的国伫和平的中间临到因的所在。求你引带因除去三对立甲自私的野心，搁对因心中唤起公平、疼痛甲和谐一致的精神。早日结束战争，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亲爱的主，感谢你保守台湾伫疫情期间，透过正确的防疫政策，全民的配合，互伤害降到上低。并恳求你，互全世界的疫情早日平息，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甲运作。祝阮今日礼拜头到尾原理来感纳，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耶稣斯的正道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领受你所要互阮的真理，训练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阿门。这是圣乐队要来献诗，带咱学罗上帝。以上显示，互咱得到安慰。请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59、13节。马太福音第8章
第59、13节。和合本伫第10页，台语汉语版伫8页，现代中语版伫8页。以上圣经我来读。已经入迦百农，有百种就近伊来求伊讲：主啊，我的奴仆万岁，倒伫厝内艰苦告急。伊就甲伊讲：我来去医伊。百种应讲：主啊，你到我兜，我转袂去。你干若讲一句话，我的奴仆就会好，因为我也是互人管的人。也有兵互我管，甲即个人讲去，伊就去；甲迄个人讲来，伊就来；甲我的奴仆讲行安尼，伊就行安尼。耶稣听见奇怪，甲缀伊的人讲：我实在甲恁讲，亲像即号的亲信，连以色列中我也袂捌拄着。我阁甲恁讲，对东对西有侪人要到，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坐伫顶，坐倒伫天国。若是国的子民要拄着赶出伫外面的黑暗，伫遐要有天靠，家己切去。耶稣就甲百种讲：去啊，照你的信。甲你诚，拄迄时，伊的奴仆就好。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今日耶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上帝掌管世界，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线接几个主日，耶牧师讲道的焦点会伫耶稣行新日的意义。所以伫未来即几个主日，应该咱会听见侪几若个对伫耶稣行新日的福音书记载。毋茫讲，咱会当对耶稣所行的新日的中间，咱也发现到耶稣也伫咱的中间行侪新日。不管是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教会中间，也是伫咱的家族、家庭的中间，上帝不断地行新日。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充满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授予阮你的话记载伫圣经的中间，你透过圣经直接对阮讲话，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也直接对阮讲话。互阮因为有主你的话，会当知影，阮伫人生的路站要怎样来行。因为有主你的话，也阮知影怎样来学习主你的模样，来彼此相听，也听阮四周围的人。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以下的时间，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落以下这。我想今仔日咱所读这段的经节，应该咱拢真熟。咱可能也家己读过几若遍，甚至伫主日礼拜的牧师讲道，也听过几若个牧师分享过类这段经节类似的主题。但是咱听遮尔多，
咱看遮尔多，每一遍读到福音书中间对伫耶稣行神迹的记载，毋知影恁敢有即款心内的感受？就是若是基督徒的祈祷，拢会当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经节，安尼求就耶稣回应，有求必应。毋知影即个世界会偌好，亲像讲，若祈祷有求必应，安尼破病就只要祈祷就好。毋免去病院看医生，甚至若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安尼，咱欠钱的时阵，无需要银行去贷款，咱需要买啥物物件，连信用卡嘛毋免，只要祈祷就会使，上帝就会来周转。也是讲，若亲像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安尼，敢是咱伫人际关系中间发生问题，甲人冤家，你只要祈祷，祈祷讲上帝啊，互对方甲我想法拢共款，安尼敢是世界就太平？弟兄姊妹，耶稣甲咱大家来讲，就是马太福音第8章第5节到第13节。你若敢若读着表面，无去想着经文中间、圣经中间迄个主要的信息，有可能你也会亲像耶稣书所提即几个例，可能对伫圣经有误解。大先咱爱知影，伫新约圣经内底，咱知影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实际上讲，希腊文中间无亲像咱的汉字有即个神者，神就是神明，者是啥物？就是伊的骹者，伊所做的代志。所以会记起我细汉的时阵，读台湾的地理，毋知倒位，咱台湾东部的倒位有一粒大石头，即个石头陷落去，有一个骹的形状。人就讲什么八仙过海，迄骹踏伫遐，这当然迄个所在是倒位，我煞袂记起，常袂记起，毋是常佚佗啦。所以，但是我会记起，我细汉读台湾地理，有听起即段故事。但是咱拢知影，台湾四面拢是海，所以咧，海涌冲，当然会冲出逐样的形状啊。但是咧，人拢望看着讲，哦，生命是真的。你看伊的骹印伫迄石头顶面啦。人的本性，就是看着较相信，眼见为凭。所以耶稣也体贴人的软弱，所以伊惊遮的所谓的神者是啥物？伫福音书内底，神者有几若个希腊文的字。第一个字是记号，上帝同在的记号，上帝溃力的记号，上帝听的记号，这是神者记号记号。第二是啥物？溃力，上帝用有大溃力，所以伊用自然界无办法解释的方法来做工，来显现伊的大权能，所以。神者的希腊文，第二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溃力。第三个来讲，神者的希腊文是做工，上帝亲自做工伫咱的世界，所以即个做的工，即个工。所以咱知影，对伫福音书的神者的了解，咱爱读到迄个神者的意义，上帝同在的记号，上帝溃力的记号，上帝
听咱的记号。第二个新者是啥物？上帝显现伊的大权能。第三，上帝伫世间所做的工。所以耶稣讲啥物？上大的新者是啥物？人的心会当改变啦，约拿的新者啦，心真定的人会当因为上帝圣神做工，互真硬的心慢慢啊软去。所以耶稣讲，这确是真正的新者。所以咱若有较侪的人生经验，咱会当知影，人的心要改变吼，真正吼非常非常无简单。靠人来强迫要改变一个人的心，常常你愈要安尼做，迄个反弹的力量是愈大啦。所以，这是要提醒咱大家，咱读到福音书记载着耶稣惊新者，咱袂当停留伫迄表面，咱爱看到新者的意义。咱今仔读到马太福音第8章第5节开始，就讲到一个罗马军队的即个兵长，就是百夫长啦。即个百夫长就是管100个兵的军官，叫做百夫长，差不多等于咱即马陆军野战部队的连长，即满编120几个人，但是通常拢袂编满，拢会差不多是100个人、90个人，也是有时阵较欠兵的时阵80个人，也是讲迄叫啥物？迄个新训中心，通常就是干那班长尔，所以管10几个人，但是若有兵入来，就100几个人会通管。讲到管100个阿兵哥，你莫想讲即个官位，即个军官是真安尼讲无权的军官哦。咱来想到日本时代，莫讲军官啦，连迄个参政所在庄头的日本警察，咱知影以前日本时代叫日本警察叫啥物？叫大人啦。所以这就类似犹太人互罗马帝国来管的时阵，来统治的时阵，莫讲是兵长啦，管100个兵，连拄着迄个阿兵哥，你拢爱叫大人啦。亲像咱台湾人叫日本警察爱叫大人共款，迄是真对犹太人来讲，罗马军队的兵长迄是真大个。但是即个军队的兵长百夫长，竟然走来向耶稣请求耶稣会当医治即个兵长处人，即个破病、半身不遂的即个奴仆。咱看到今仔日的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不但回应即个兵长的请求，并且伫远远以外远距就会当医好即个兵长奴仆的病。但是，弟兄姊妹，咱叶牧师有提醒着，往往今仔日咱所读到即个耶稣惊新者即款的代志，煞无发生伫咱的现实生活中间。咱常常的经验是啥物？安尼，就是咱向上帝来祈祷，但是常常就是上帝无马上甲咱回应，也是讲咱向上帝祈祷爱安尼，但是咧，上帝有回应，但是伊毋是照咱的意思来回应咱的祈祷，来成全咱所求的。咱若搁较深入来看今仔日所读到的圣经经文所记载耶稣惊新者的即个圣经故事，咱就通来了解到今仔日咱通领受
的信仰的信息是啥物？大先，即个百夫长悲壮，圣经讲，福音书讲，伊是敬畏上帝的人，伊是敬畏上帝的人。即个敬畏上帝的人，就是相信上帝，但是咧，还未正式成做基督徒，还是还未正式来信犹太教的人。迄当阵敢若犹太教啦，基督教哦，基督教会还未成立。耶稣伫世间的时阵，讲到敬畏上帝的人，这就是伊相信，但是还未真正来入即个教的人。哦，亲像咱即马教会所讲，无道友的意思。即个悲壮是无道友，伊相信上帝，伊敬畏上帝，但是咧，伊还未入教。咱爱知影，真做罗马军队的军官，咱知影罗马人一开始毋是信上帝的哦，因一开始伊有因家己的宗教。所以咱有时阵咱看课本会讲到希罗宗教，就是希腊的神话才的神明，啊，罗马人也甲伊来信希罗宗教。所以罗马帝国一开始，罗马人因是信仰的是侪的神明的宗教，加上即个罗马军队即个兵种，伊的身份地位，伊至少嘛是军官的，真正无永稳。伊因为信仰，为着信上帝来放弃罗马帝国当时多神的国家宗教。哦，这是伊的即个身份，伊的职业的关系。好，亲像咱知影，即个发生美丽岛事件了后，长老教会会友人数有暂时降低。你敢知影为虾米？因为迄当阵风声鹤唳，啊一寡公务人员啊，煞暂时就无方便来教会。吼，咱敢有听过即款的故事？迄当阵叶牧师阁真细汉啦，吼，国小1年。但是我有听老一辈有讲，迄当阵其实一寡公务人员煞为着安尼。无方便来教会，啊，甚至若即个美丽岛事件结束迄当阵，去做兵的查甫上可怜，即个普的即个辅导长会特别关心，讲这是长老教会的青年，伊会特别关心，有时阵真正人生有即款的无奈，因为各款的原因，伊煞无办法公开伊基督徒的身份，公开伊教会信徒的身份，这是人生总是有无奈。咱会当体会，即个罗马兵种为虾米伊信上帝，但是伊无办法入教，就是安尼。但是咱知影，即个兵种伊真做一个军人，真做一个军官。伊较会当了解，就是啥物叫做官兵。伫军队内底，伊管100个兵，所以这阿兵哥就爱听即个兵长的命令。然后伊是兵长管100个兵，啊，咱知影军队绝对不止100个人，所以伊即个兵长的顶面有搁较高层的军官。伫伊的顶面，所以咧，即个兵长伊爱听伊顶面的军官的话，伊爱服从官位比伊搁较悬的遮个军官所命令的。所以兵长有即款的背景，伊搁较会当了解是啥物。伊知影耶稣是创造管理天地的上帝所道成肉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然后
即个百种知影耶稣是天父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所以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即个百种就明确了解，就是耶稣毋是干那是某一个族群的神明，伊毋是干那犹太人的神明，伊是即个世界的上帝。然后即个百种也知影，伊知影罗马人当时所相信的道神，做神明的即个宗教，一个神明是管一项代志。所以咱听到讲酒神，咱听到讲即个对一个罗马的神，即个希腊罗马的神话内底有关即个维纳斯，管爱情，对一个神明是管战争，对一个神明是管经济，一个神明干那管一项代志，其他伊管袂着。台湾民间宗教敢毋是安尼？考试以前爱去拜什么人，然后咧，即个过年为着求即个一年，拢趁大钱，就爱拜什么人？搁较奇怪是，即马我感觉每一个神明，即个台湾传统宗教，你若发现即马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情形，所有的神明的公庙内底，拢会当拜台湾人讲的财神。这我到今拢想袂通，所以拜关公的人，关公庙内底嘛有即个财神呐。我看电视广告，我愈看愈感觉奇怪。关公甲人想要发财去伊的庙，然后毋是拜关公，去拜所谓的财神爷。这会当，咱会当可能爱问咱遐个拜拜即个厝边头尾朋友，看这是啥物道理伫内底？即个百种，但是即个百种伊无一教，但是伊足清楚知影，上帝管过一切，上帝毋是干那管人的一部生活一部分，伊也知影上帝既然创造一切，所以咧，伊的权柄是上大的。咱看到这罗马人传统所拜的神明是安尼，真多，然后一个人管一项代志，所以咱想着讲，咱大伫礼拜中间，咱用使徒圣经，一开始咱告别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被创造天地的主宰。为什么这遮尔重要？因为咱相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所以万项事拢通对伊求。咱圣诗安尼吟的意思就是安尼，伊的权柄是至权，所以万项事伊拢会当来替咱听咱所求。所以咱安尼告别，是因为认捌着即个宇宙天地的中间，无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物件，也是任何的权柄，也是任何的势力，通关过上帝。上帝是至权。所以当咱伫使徒圣经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的时阵，咱是告别讲，咱愿意独信靠上帝，咱也干那敬拜上帝，无敬拜别项。咱也确信，只要是上帝的旨意，拢会成全。今仔日咱所读《马太福音》第8章第5节到第13节，不只是互咱认捌到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的权柄管过一切。同时，咱也伫今仔日的圣经故事中间，咱认捌到上帝是慈悲疼痛的上帝。因为讲到权，都讲到权柄，伫咱即马民主的社会，
咱知影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捌讲过，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咱现代社会无爱任何一个人权伤大，你顶下发现讲，咱所以咧，拄讲到爸母，爸母嘿，莫想讲家己，你是我生的，我有权，替你做决定，袂使。因为咱即马的民主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万事拢爱协调，万事拢爱沟通，袂当讲，嘿，是我生你的咧，我家己决定的代志，你哪会假讲话？袂使。因为咱受的教育就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所以权力要制衡。但是安怎伫咱民主的社会，咱安怎来看上帝？咱讲上帝至权，上帝权柄权过一切。因为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句话根本袂当用伫上帝身上。因为上帝有至权的权柄，但是伊的听也是无限的听。人的听是有限。咱也听过有的爸母真正受气啊要害，甲囝儿赶出门的嘛有啊，断绝关系嘛有啊。因为人的听是有限，但是上帝的听是完全。上帝的慈悲疼痛，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故事内底。反映伫耶稣回应即个悲壮的方式，耶稣体贴着真做非犹太人的悲壮，伊知影即个悲壮，一方面伊还未入教，一方面伊毋是犹太人，但是耶稣体贴着伊，耶稣知影讲即个悲壮，伊。对耶稣来请求、来拜托耶稣的时阵，总是会感觉淡薄无受接受，可能会有自卑，伊会烦恼讲会互耶稣所拒绝。所以咱读到即个悲壮甲耶稣讲话的时阵，伊无迄个军官的口口，伊毋是安尼用军官讲话的方式，伊上真谦卑的话语。来拜托耶稣，甚至即个悲壮讲：你来阮兜，我袂牵得，所以咧，你远远就会当医治。为什么？为什么即个悲壮无亲像其他的犹太人，会邀请耶稣去伊的厝里？因为伊知影，这个犹太人实际上。会认为讲去外邦人的厝里，会互家己无清气，因外邦人是拜其他的神明，外邦人所食的物件拢拜过偶像，所以犹太人一般来讲是无爱去外邦人的厝里，即个毋是犹太人的厝里。但是一方面，咱看着讲。即个悲壮的信心，值得咱来学习。因为伊虽然毋是犹太人，虽然讲伊还未入教，但是即个悲壮了解耶稣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即个悲壮也知影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气力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上帝是至大。即个悲壮，因为安尼，伊愿意主动来亲近上帝，会当安尼会当倚靠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听甲大气力，来得到平静安稳，互伊烦恼的代志会当无搁烦恼。这段悲壮甲耶稣的对话，也互咱看见着上帝的大气力，甲伊对咱的慈悲疼痛。因为上帝安尼疼咱，所以伊回应咱的欠缺。
并且上帝回应咱的欠缺，是用慈悲的有疼心的方式来行出上帝的权能。所以上帝常常回应咱的祈祷，伊毋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呢。为什么？常常用真激烈的手段来改变，往往会造成，总是有人会受伤。就算受伤的毋是你，甚至你得到利益，但是受伤的是可能是别人。所以为什么咱常常会感觉上帝回应咱的祈祷，伊是顺顺啊改变，伊毋是用激烈的手段来改变，伊用疼咱的方式来成全咱所求的，伊用疼心的方式来实践伊所讲的话，来互伊的旨意得成。有时阵，咱总是人，人总是人，咱无意中间会用家己的权柄去强迫别人去做迄个人无愿意做的事。无论是咱对待咱的部下，咱若做生意、开公司的人，也是咱有囝儿的子孙的，咱会用安尼对待咱的囝儿子孙。也是咱做老师的，有时阵也会安尼，甲学生啊化气化倒，但是咱毋知影，咱自然而然就做出来。咱无意中间会用咱的权柄去强迫别人，所以常常咱的命令无错，用权柄去压人，咱的命令会当执行。咱想要成的代志，想要成的代志，拢会成，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损害甲迄个人的关系。损害了人甲人的关系，咱所爱做的代志会当执行，会当成全，但是咱所破坏的是人甲人的关系。这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无意中间拢会犯着这个错误，因为咱总是人。但是上帝的权能伫咱的生命甲这个世界中间来运行。上帝要做的，上帝所意爱的，上帝伊的目的是要引带咱会当甲伊有哪亲密的关系。所以伊看重的是关系，伊看重的毋是亲像咱一般的公司效率、成果。所以咱读旧约，常常会听见讲。恁做我的百姓，我做恁的上帝。伫所有甲以色列百姓立契约，其实讲的拢是啥物？上帝甲人的关系，上帝甲咱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祈祷的时阵，咱会发现讲。上帝无拄拄回应咱，亲像行直线，因为咱爬过山咱拢知影，爬山的时阵袂当行直线。吼，你若爬山要行直线，坚持要行直线，有可能会有危险，因为直直落山、直直爬山，有时阵拄啊好，即直的路是上歹爬的，是上危险的。就是因为上帝拢是用慈悲疼痛来运用伊的权能，所以伊回应咱的方式也往往毋是直接的，伊做代志也常常毋是直线的，甚至常常要等一段时间。有时阵甲咱引带是引带来到伫遮，亲像引带以色列百姓伫迦南地共款，毋是走直线。但是咱通确信的，就是上帝总是会回应咱的祈祷。咱通确信的，
就算上帝引带咱所行的，毋是直线，上帝回应咱的方式，嘛毋是人所期待迄款直接马上来成全。但是咱伫生活中间，咱通体会到就是上帝的慈悲疼痛，上帝的气力是随时是任何时间、任何所在，拢运行伫咱的中间。拢实现伫咱的心上，上帝的疼，甲咱做伙伫地，伊的大权能也不时拢会引带咱。所以，上帝伫即个世间掌权，无代表上帝对咱的祈祷拢是人有求，伊一定会应。搁较正确的讲，毋是咱所求。伊100%拢照咱所求的来回应，因为伊知影咱毋是完全，有时阵咱求的毋是伊的旨意，有时咱求的无拄拄是适合的代志。活伫上帝掌权的中间，就是咱甲充满慈悲疼痛，阁有大权能，阁会听咱，阁会回应咱所求的。上帝亲密来同行，所以咱讲上帝回应人的祈祷，伊会回应，但是伊要安怎做？上帝出伫伊的慈悲疼痛，伊会用伊的智慧、大权能，互伊的旨意来得成。所以同款的，咱遐会记住，上帝也是透过伊即款。伊所做的信者，邀请咱甲伊有更较亲密的关系。莫袂记住，上大的信者就是人的心改变。咱也伫伊的大权能、伊的慈悲疼痛中间，有伊的同在的中间，咱的心日日会改变。咱也变哪来下伫上帝的旨意，愿咱。对伫上帝更较委身，愿咱更较有信心来倚靠上帝来活，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阮所读，你甲爸总的对话，互阮看见你是回应人祈祷。的主宰，你搁用慈悲疼痛来互主你的旨意得成，来实现伫阮的心上。所以大声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信心哪坚固，互阮认捌主你哪深，互阮愿意来求主你的旨意得成。但是主啊，你是慈悲疼痛的主宰。所以，愿主你也互阮有更较大的信心，愿意将万项事来对你求，来交托互主你来了你。所以，恳求上帝你带领阮，带领阮每一日的生活，也常时求上帝你带领阮的教会。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耶稣师用圣经的信息，甲咱分享上帝的这个恩典。愿上帝帮咱，互咱毋若听，搁去行。这时，请咱三角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638首，圣诗638首。咱就出欢喜的声，感谢阿老主的名。本国已经守断，毋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物入厝内，就入圣殿来敬拜。阿老上帝大仁爱，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即时，请咱来奉献，要请唱美执事甲民兵执事来施献。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报告事项：本会定伫2023年2月19日咧召开定期会员互会甲圣礼典，咧办理2022年的决算案，甲2023年的预算案，要阁选举2023年的检校委员2名。第二是2023年1月30日第300个厝小会的议决事项。第一小项就是接纳264厝的中执会议案，就是依照7星中会牧师社礼甲其他的订贴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第二有委托工长老甲叶景安牧师来接洽后刷屏的事宜。第三要就是行文互中会派监选委员，提请中委会安排来监选。咱有个建议，伫咧讲，咱2023年2月19日召开定期会员互会了后来办理监选。第三就是小会公告，伫咧这1月29日开始公告会员的名册。这会员的名册，若是有需要更正的，请来向我更正。第四点是小会推派工长老接洽聘牧事宜吼，咱等者才请工长老搁过来咱讲较详细说明。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早间祈祷会的时阵是目前是暂停。咱来看咱即个本周圣港事奉这边的即个本周的招待是苏长老甲谢宝姐，插花是秋美结束，清扫是谢宝姐。咱下周的讲道是叶牧师、诗会民兵执事、苏琴宪文老师。领唱是杨长老，书献是义杰执事甲基南执事，招待是友来兄甲小熊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我本人。咱顶周即个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因为1月22日
奉献是因为过年的关系吼，迄个印刷店有休困，所以甲顶礼拜的斗阵来公告。咱有一个约定，现金加单屋用3000吼，这爱更正做是单屋信3000，其他的咱家己来看，若是有毋对的，则来面面结束，也是手面结束来更正。咱即摆来看咱周报下面正面的下面的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遍，咱等下则用台语、汉语来读2遍，甲华语读1遍。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即是请咱来大家来读来。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第1节。这是请咱共款坐的原位来，大家用讲述，互相请安，大家平安。咱下面要请工长老来甲咱报告说明咱即届要聘牧的即个事项甲伊的程序。咱请工长老。真歹势吼，用阮我代表教会董事会小会来解说吼。咱伫顶礼拜，咱1月29，咱了有伫报道，咱有讲咱礼拜三咱要开一个中级甲牧师娘的座谈了，咱请牧师甲牧师娘离开董事会，每人表达意见，对叶牧师伫咱即几礼拜来，甲会友所反映的，伫当中当然嘛有即事，伫牧师甲牧师娘会甲因请问，透过中级，因离开了中级，大家表达意见，认定吼，就是讲咱教会因为咱也真细，过来咱的经常费也真弱势，各方面，所以。叶牧师也真肯伫咱教会来担任，所以遮就做一个决定，等因离开了，董事会就议决了，就是讲要请聘牧师。当然，这毋是安尼，就是诚做。若要讲叶牧师到即摆还阁是人客吼，就是讲爱阁透过咱大会来承担。伫即个其中了，迄下晡我就甲叶牧师联络，讲董事会有议决，会友也有真侪表达，也有要伊的问题，也有好的问题，拢甲牧师讲，牧师也真意爱来担任。了，我就隔工，因为迄天礼拜日，我相信咱的小会议长牧师足无闲，我所以无甲伊联络，我就甲伊联络，得到伊嘛真无闲，规工就到9点我才甲我回讲。恁若迄落恁中级有迄落无？讲有啊，阮中级拢迄落拢有表达了，伊就甲我讲，安尼咱小会先做一个记录来开会，所以我就随甲黄长老、甲杨长老，阮就随联络，我就甲因讲，咱拢先莫困吼，10点外阮就真的进行，嘛敲电话互叶牧师，要补遐个程序是安怎？因为黄牧师伊才甲我讲，明仔载拄仔要开中委会，所以咱来赶会到，咱即个月就会当排监选。若无法度伫即个月来迄落，咱爱拖到3月底，甚至4月，吼，就是讲安尼。我讲，然后讲爱看恁小会，阮要摕，就即摆来决定。我就问咱小会就同意，就是讲甲牧师拢同意。所以伫迄暗，阮就做一个记录。就随送，无想到过两工送去了，咱
中委会甲咱讲，咱安尼屏幕的设立袂使伤低啦吼。伫遮我，因为我相信，伫遮咱逐个一个知影，就是讲，因咱教会的经常费毋是真多，所以当咱咧考虑的时，咱就是讲要用遮个，要互咱教会当正常，业务师也真客气，也真答应，所以咱也真感谢。结果叫中会拍倒转来讲，咱是私级的，爱用上价，吼，所以咱就照中会规定。拜二我阁甲杨长老，阁甲黄长老，阮就紧来做一个决议，因为你无用中会，中会无法度签，所以中会嘛讲，啊，你的研究费哪会无？啊，恁的补助费啥咱拢无，讲啊，教会都弱势，啊，终究啊业务师也答应，吼，结果袂使，所以阮就做修正，但是变做讲嘛是以当时甲业务师所讲的。伊会答应的嘿，这当然对业务师也较歹势啦吼。就是讲教会，就是因为咱的弱势，咱也知影。啊，伫遮当然就透过中会因讨论了，咱随补中级迄个小会随同意，用即摆因为科技的，用科技的吼，用截图都同意，就中会都接纳，都同意，所以即个案件就成立。所以因就伫到2月19，咱开好会讲，因若想煞了要减选，我咧想这也真好，无咱若分两遍，对咱来讲，咱车马费嘛是付两遍吼。当然，咱教会毋是要升这，但是就是讲代志若会当安尼完成，咱是有一个迄落。伫遮我也心中就是咱的兄弟，我咧想咱伫咧屏幕的中间，咱教会咱的弱势。咱的经常的不足，咱业务师的担当，我相信咱对圣经内底，咱也听着看真济迄落吼，君王袂使因为兵罪来得到救，对无？勇士嘛毋是因为力来得到救，吼，咱靠马得救是枉然，马嘛要当因力来救人，所以咱无咧看咱教会的势的弱势，吼，伫顶礼拜甲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拢讲到信用甲信任，啊，伫遮咱就去想到迄个基甸吼，啊，基甸你看，当伊讲伊袂堪担当即份的时，你看，耶和华用羊毛，上帝用羊毛甲禾场有无？连伊打，连伊变，会当让水过顿工倒摆，过来讲32000个要去拍，耶和华讲毋免遐济。啊！恁拢无迄落，结果22000个尔，随倒叫剩1万人。结果伊嘛是讲要去拍米甸人，要拍十几万人呢。耶稣讲伤济，带因去啊，去啉水对无？有个人跪咧啉，有个人抱啉，到要敬300个。咱只要讲就是讲，上帝要靠咱人，无一定咱教会大，无一定教会细。我相信咱教会伫即个经历无牧者的中间，咱足侪会友。真担心，真关心，也真为这个祈祷吼。我相信，当咱教会佫再走的时，咱的目标放伫头前，咱的会友若增加，咱的信用若增加，咱甲业务师同齐往头前来行，咱就袂去你背后的吼。毋茫伫遮，当咱教会兴旺的时，我们都参与其中吼，每一个人。没有例外吼，我忙伫遮，请咱兄弟伫2月19迄天，若法度，把咱的时间吼留出来参加咱的好会，咱爱有2/3的人会参加，爱有2/3会同意，即个平安，咱才会顺利。如果讲上帝若无稳准，咱嘛是共款，咱就是照也无所今仔讲的，上帝伊的主啊。共款保守伫咱西湖教会以上。这时，请咱大家来念圣诗第401首。圣诗第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夜幕仰望主的福面。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全能
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01首。咱着爱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抱着咱的信仰，靠着信心来操作上帝的旨意，也伫向上帝的恳求中间，咱求上帝的旨意伫成。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